今天收到荃灣的一位老闆給閘門發來了快遞，閘門內拆開快遞，這位老闆是發過來了2把汽車鑰匙，寄到閘門這邊升級改裝。閘門先來改裝這一把北京現代的檢測鑰匙，信號沒有問題。拿出拆解工具，把殼子拆開，然後取出鑰匙的主板來進行升級改裝。取出主板，老殼子恢復回去以後，這個鑰匙還可以備用。然後主板放到固定台上，接上閘門準備好的路線就可以了。整個焊接的過程也是一個無損焊接的，所有線路焊接牢固。再拿出老闆選配好的液晶鑰匙，再把主板裝到液晶鑰匙上面去選配了。閘門中國紅色的液晶鑰匙，這個款式的液晶鑰匙是非常高級、非常大氣的。現在閘門裝上主板之後，一把全新的北京現代車鑰匙就升級完成了。對比一下老鑰匙完全不一樣，升級好的鑰匙可以看時間、看日期、看年月份，可以觸摸操作，跟手機一樣。還會升級新功能，有升級靠近車感應式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也會感應式車門自動鎖車，會升級無鑰匙進入，也可以備註車主電話，鎖車升窗還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。現在鑰匙簡單升級完成，重新做一下信號測試，信號測試正常沒有問題，就可以發回去還給老闆使用。